兄弟姊妹，大家平安。今仔日是2020年8月15号。今仔日的经文是诗篇133篇，创世纪42章第1节到28节，马太福音14章34节到36节。今仔日要甲大家三角分享的主题是养饲正人。昨咱伫读经的分享中间讲到着上帝的正着约瑟的人生经历来彰显伊的计划，就是要来帮助埃及的王国，并且保全以色列也是雅各的全家。但并毋是干那限定安尼的定，圣经嘛甲咱讲，含四周围遮的国家人民嘛拢来埃及约瑟来叫买这个牛食，通好保全因的性命。所以埃及正着约瑟的管理，成做上帝养饲正人的资源。互正人拢得到性命的保全。雅各一听到埃及有五国，就派伊的囝去到埃及来买牛食。创世纪42章第1节到28节，雅各听到埃及有五国，就甲伊遐囝讲。恁是安怎还地三上？佮讲我听到埃及有五国，恁着落去遐买一寡牛食，互咱通度活，才免死。约瑟10个兄哥就拢落去埃及买美牛，毋过雅各无互约瑟的小弟便雅悯甲因兄哥做伙去，因为伊惊便雅悯拄着伤害。雅各的囝甲遐个来买美牛的人拢做伙来，因为迦南地嘛有饥荒，迄时伫治理埃及地是约瑟，买美牛互迄所在的人民的嘛是伊。约瑟遐个兄哥来拍落拜伊，约瑟看到伊的兄哥会认得因，毋过假毋捌，用严厉的口气问因：恁对倒位来？因讲：阮对迦南地来买美牛。约瑟会认得伊迄个兄哥，毋过因袂认得伊。约瑟想起以前梦见关系因的梦，就对因讲：恁是侦探，来探测阮遮无设防的所在。因对约瑟讲：阮的主毋是安尼，你的仆人是要来买牛食的，阮拢共老爸是老实人，你的仆人毋是侦探。约瑟甲因讲：毋是，恁来是要来探查阮遮无设防的所在。因讲：你的仆人拢总有12个兄弟，共老爸住伫迦南地，详细现在甲阮的老爸做伙，有一个无去。约瑟甲因讲：我拄则讲恁是侦探，实在是毋对。我爱恁证明恁是老实。我指埃及王的性命救绝，恁线尾小弟若无带来遮，恁一定袂当离开这所在。恁着派一个转去带恁小弟来，其他的拢搁伫遮，安尼证明恁有老实。若无，我指埃及王的性命救绝，恁确实是侦探。约瑟就将因关伫监内3日，到第3日，约瑟对因讲：我是敬畏上帝的人，恁着照我的话做，就免死。恁若真正是老实人，恁兄弟中间着留一个关伫遮，
其他的人通带绵羊转去救恁家内枵餓的人，恁着将煞尾小弟带来我这，通证明恁讲的是老实，恁嘛免死。因就照安尼做，因互相讲，咱实在对咱的小弟犯真大的罪。咱看到伊痛苦，甲咱哀求的时阵，嘛无插伊，所以咱受报应。拄着这大的灾难，路边因讲，我竟无甲恁讲，毋通伤害迄个少年人。毋过恁拢毋听，所以留伊的血的罪，现在得甲咱讨。因毋知约瑟听有因会讲的话，因为伫因的中间有翻译官会伫翻译。约瑟活转身离开因去好，后来佫转来甲因讲话。约瑟对因中间经西面，伫因目睭前甲伊绑起来。约瑟吩咐人将五谷甲因互因的布袋甲填满满，将因逐个人的银现因下伫因的袋仔内底，佮用路中需要的食物互因。遐个人就照安尼做。约瑟的兄哥将绵牛下伫犁仔顶，离开遐倒去，到歇缜的所在。因中间有一个透开因的袋仔，要摕饲料来互犁仔食，才看到银还佫伫因的袋仔内，下伫布袋口，就甲伊的兄弟讲：恁看，我的银倒转来，犹原伫我的袋仔内底。因就惊甲心不附体，尿尿出，互相讲：上帝哪安尼对待咱？虽然过程的中间，约瑟也变一寡手段来让伊的阿兄，但是最到尾，伊还佫是去为上帝养饲家族、养饲众人的仆人，互人会通得到利益。因为上帝是怜悯的上帝，就算是伫旧约中间，咱会通看到上帝处处用怜悯甲慈爱来对待人。亲像先知约拿家己的告别嘛共款，真正反对上帝慈爱，却是犹太人家己啦吼。耶稣基督伫迄个传福音的中间，总是将伊伫的恩典赏赐互需要的人，这就是养饲的呼召。亲像耶稣基督伫路加福音15章的经文中间讲到，厝边的人才需要医生，亲像枵餓的人需要养饲共款。基督徒需要愿意回应上帝的呼召，非常敏感，知影咱周围的人的需要，教会社区的人的需要，诚做上帝养饲众人的帮助者甲仆人。马太福音14章34节到36节记载着耶稣基督的工作。耶稣甲门徒过午了后，伫革尼撒勒上岸。迄所在的人一个就认出是耶稣，就派人去四周围，甲所有的病人拢带来伫遐。因恳求耶稣，互病人简单摸伊的衫具，就会好。所以有摸着伊的人，拢得到医好。诗篇133篇，兄弟姊妹做伙徛起，偌尔好，偌尔欢喜。这通比平过去的油添伫头壳顶，流甲喙鬚，阿伦的喙鬚，流甲伫伊的暗领。这嘛通比平叶文山的露水，落到锡安的山岭。伫遐上主有应允要赐永远的活命。感谢慈爱的上帝，将救恩赐予需要的人，也互阮得到利益。蒙主呼召，诚做疼人的仆人，无论阮的人生伫任何的境况中间，拢有主的带领、看顾甲保守。
感谢主，基督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求，阿门。